太平岛码头征收20已经验收通过了。这海巡署伫今年会派一只100吨级的顺风艇去到太平岛，最近也等咧规划这启用典礼。外界网络咧关注讲，这近来拢毋捌去过太平岛的总统蔡英文，敢会亲身去主持咧？立营的立委是认为讲，这太平岛也是咱的领土，每一任的总统拢去过，因是真支持蔡总统去到太平岛。总统确认有机会去太平岛吗？面对记者问题，蔡总统无回应。太平岛港边加深加码头征收工程去年完工，20验收通过。海巡署表示，最近当地规划启用典礼，外界关心任内毋捌上岛的总统蔡英文，敢会亲身去主持？总统府表示，若做有排定会发布通知。立营立委认为，太平岛是中华民国主权甲领土，历任总统拢有去过太平岛，正支持。蔡英文总统过去我也觉得蛮恰当的啊，而且太平岛。那边有很多国军官兵，我们可以去慰问他们，那也可以宣示我们太平岛的主权。面临到国际的局势，当然会有一些紧张关系。不过，这是中华民国的既有的领土，那有重大一些工程，那我们该怎么做就怎么做。我想我们支持蔡总统做他该有的作为。太平岛港边加深加码头征收工程，施工主要的项目包括100吨级顺风艦闪风台强化工程、40栋顺风艦港边航道加深码头附设设施强化工程，加配合设施工程，总经费17亿。因为太平岛驻军已经完成防应闸门港的训练，海巡署要伫今年度派遣一只100吨级顺风艦进驻，长期的停留在太平岛的这一个码头，甚至是在太平岛周围进行巡弋，这一点其实是对于我们在伸张我们所谓的海权，或者是稳固我们海上交通线来看，都有相当重要的一个意涵。林明又讲，太平岛码头征收加飞机跑道扩建，有助大型舰艇加C13吨运输机起港。即马南海主权各方相抢，总统俩做当亲身上岛，买当宣示咱国有太平岛的主权，也加南海的话语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